踢踏舞嘛，踢踏舞嘛。鞋子报废了。俺们说，大都做是保险的事。离得近。专业的踢踏舞，杆子踢踏。之前是看到杆子踢踏，这个不晓得是哪个。这好长哈，这叫啥名字？这个叫我也不对，它自己。反正也是踢踏方面的。踢踏的那个，哦，他选择踢踏的。那边还是过来把你。